大家好，我係 Judy。聽書之前，不如俾個 like 我先啦，唔該晒。我哋想個腦運作得更加好，可以應付未來不斷變化嘅社會。除咗上一集提到嘅食得好、瞓得好同埋玩得啱之外呢，今集會講下第二部分，點樣發揮我哋個腦嘅高效率呢？今集呢都會有4個關鍵點。第一係培養專注力，第二係矯正職場心態，第三係舒緩工作壓力，仲有第四呢係要覺知當下。乜嘢係專注力 attention 呢？呢個係一種心理過程，用嚟選擇同埋處理當刻最重要嘅信息，排除其他干擾。注意力分為3種，選擇性注意呢係你揀聽啲乜嘢，唔聽啲乜嘢。持續性注意係持續一段時間去留意某一件事。分散性注意呢就係好似 multitasking 咁樣，例如係好似我而家經常做嘅，一路聽音樂一路睇書。而專注力 focus 係注意力嘅其中一種，佢好似放大鏡咁樣，將我哋注意緊嘅事情放大，同埋更加深入咁樣去觀察。專注力係更加強調持續性啦，同埋深入嘅投入。注意力 attention 呢有幾個特質，注意力呢係會塑造大腦啦，會消耗好多能量，唔特登維持住嘅話呢，個腦係會自動放鬆，即係心不在焉啦。人嘅注意力網絡分為3個部分，分別係警覺啦、導向啦同埋執行。個人要清醒啦，即係話要有警覺性，先至會有專注力。啱啱瞓醒嗰幾分鐘呢，通常專注唔到嘅。導向性就係我哋點樣用各種感官去收集周圍嘅資訊，令自己集中注意力。而執行性網絡就係點樣運用意識思考嚟到控制我哋嘅動作，達成目標。注意力最大嘅敵人就係分心。我哋明明知道自己要好專心先至做好面前呢一樣重要嘅事啦，但你坐唔夠5分鐘我哋就開始雲遊太虛啦。呢啲經驗我諗人人都有啦，而且經常發生嘅。想增加專注力，我哋就要減少分心嘅次數，同埋每次分心嘅時間。喺香港啦，即使係小學一節課都有成35至45分鐘，唔好講話啲學生啊，就算個老師都未必可以專心咁樣教足一節課。點解會咁嘅呢？唔通真係冇人可以長時間專注喺一樣嘢度？我以前教書嗰陣啦，一個1小時嘅課堂啦，我通常最少會安排3樣工作，會有一段時間講書啦，跟住一段時間做實習，仲有一段時間係要嚟討論嘅。如果安排唔到3種唔同嘅工作呢，咁我每隔可能20分鐘到啦，就要做一次棟篤笑喎。咁我梗係知道自己唔係做棟篤笑嘅材料啦。有時做得好差嘅，會俾啲同學笑翻轉頭，但係都冇乜所謂啦。總之大家個腦都可以休息一下，笑完一餐之後繼續專心做下一樣工作咯。有睡眠研究之父稱號嘅 Nathaniel Kleeman 認為，人嘅能量大約90分鐘就會循環一次啦，之後大約需要20分鐘休息啦，即係話喺嗰90分鐘裏邊嘅中間時間就會係我哋大腦最高效能嘅時間，亦都係我哋最能夠專注嘅時間。根據佢嘅理論，我哋每專注90分鐘就需要20分鐘休息。換個講法啦，專注咗90分鐘之後，我哋必然會最少分心一次啦。如果我哋可以安排工作切合翻呢一個週期，我哋就可以好好咁樣利用高能量嘅時段去維持專注力，同時安排喺我哋能量低嗰陣就稍作休息。假設你有一個3個鐘頭嘅工作時間啦，無論你係會做25分鐘嘢休息5分鐘啊，定係每做50分鐘嘢休息10分鐘，通常效率都會好過你連續做3個鐘頭唔休息。不過我知道好多老細啊或者上司會反其道而行，連員工去廁所嘅時間都想剝奪埋嘅。之前講過啦，當我哋要持續專注喺一件事上面個腦會用好多能量，所以會好攰。亦都因為咁樣我哋就唔能夠長時間專注。專注力差其實亦都會影響我哋同人嘅關係，因為我哋冇辦法專注喺同人傾偈嗰陣或者係聆聽別人聲音嗰陣啦。專注力差有2種可能性，第一係專注力缺失特質 Attention Deficit Trait， 好多都市人都有嘅。咁呢個就唔係病嚟嘅，只係一種心理嘅狀態。譬如係我哋長期有壓力啦，或者係資訊過剩啦，
或者係工作太忙而引起啦。只要多啲休息啦，幫自己減壓，同埋改善工作習慣啦，一般嚟講都可以解決到呢個問題。另一個可能性咧就係專注力不足 （Attention Deficit Disorder，ADHD）。呢一種咧就係神經發展性嘅疾病嚟嘅，多數係先天因素造成啦，唔係多啲休息咧就會好喎，需要有專業人士長期幫助管理行為同埋藥物環境等等嘅治療。當發現自己冇辦法專心喺一件事上面呢，試下喺生活上面呢作一啲改變，幫自己減壓啦，減低工作量，同埋呢減少吸收外界嘅資訊。可能你幫自己安排多啲休息時間呢，個情況已經會好好多。但係如果都冇幫助嘅話呢，就要去尋求專業意見啦。當你發現自己分心嗰陣，其實係提醒緊你自己個腦需要休息，所以分心呢未必係一件壞事。你有冇發現你分心嗰陣呢，通常會做啲咩嘅呢？係咪第一時間就攞起部手機啦？可能係 check message 啦，上 Facebook 啦、IG 啦，打翻鋪機啦，睇下個股市啦咁樣。如果係咁嘅話呢，我有個提議，你做嘢嗰陣呢，將部手機擺喺一個唔係咁方便攞到嘅地方，你就會因為攞手機好麻煩，所以呢就打消咗碌手機呢個念頭喎。科技發達啦，其實會令人更加容易分心。咁你話啦，現代人究竟係進步咗定係退步咗呢？究竟人可唔可以一心多用嘅呢？有啲人就話啦，自己好勁㗎，可以 multitasking， 同一時間做好多嘢都得。其實情況唔係咁樣嘅喎，絕大部分人同一時間做唔同嘅嘢呢，只不過係將啲時間分割得好零碎，喺呢啲碎片化嘅時間裏面不斷咁樣轉換自己嘅工作。乍眼睇落呢，就好似同一時間做好多嘢咁啦。但係其實每一刻嘅時間呢，佢都只係處理緊一樣嘢。當我哋要一心多用啦，個腦就要不斷咁樣轉換思考模式，去切合翻佢處理緊嘅工作。而呢一種轉換呢，其實會消耗能量同埋時間，可能會令你處理嗰幾件事情呢，全部嘅效率都會變差。你哋有冇試過啦？同客講緊個電話，跟住老細喺你隔籬呢就問你嘢，然後清潔姐姐抹地叫你縮腳。你會唔會縮完腳之後呢，等半秒先至諗翻起要點樣答你老細？答完你老細之後呢，又要用翻2-3秒時間呢，先至諗翻起你同客傾緊啲乜呢？作者話，一心多用唔單止會令你出現認知疲勞、記性變差，而且呢好容易做錯嘢。所以呢，想提高工作效率，我哋要專心咁樣一次做好一件事。對於點樣專心做嘢呢，作者有啲意見俾我哋。首先，專注力可以鍛煉翻嚟。安排一個安靜嘅環境啦，俾自己全神貫注咁樣去做一件事，即使係10分鐘都可以。喺做呢件事嗰陣呢，就留意翻自己啦，究竟做緊啲乜嘢啊？再觀察自己咧做出嚟嘅成果。通常一日裏面啦，朝頭早咧係我哋頭腦最清醒、最高效率嘅時間，所以我哋應該安排啲最用腦、最需要創意嘅嘢咧喺朝頭早做，下晝就可以做啲冇咁重要嘅嘢啦。每專注咁做一件工作一段時間呢，需要安排自己休息一下。所謂休息呢，係為咗走更遠嘅路啊嘛。呢一種休息呢，係要放空我哋個腦，唔好碌手機啦，或者係做任何燒腦嘅嘢。可以乜都唔諗，或者同人哋好輕鬆咁樣吹下水啦。公司放 break 嗰陣呢，就出去沖杯咖啡飲下啦咁樣。仲要定期放下假，放假嗰陣呢，就唔好掛住啲工作啦，去一個陌生嘅地方欣賞新鮮嘅事物。最後唔好再做 multitasking 啦。第6個關鍵點呢，就係矯正職場心態。你係屬於固定型心態定係成長型心態呢？固定型心態嘅人覺得個人嘅智力呢係整定嘅，自己改唔到嘅，想要自己表現得聰明呢，就要避免失敗啦。而成長型心態嘅人呢，就覺得人係可以學習成長同埋進步嘅。挑戰係機會而唔係威脅，人係可以從失敗中學習。作者話，態度決定一切，可唔可以成為成功嘅人同智力呢冇關係嘅。首先啦，我哋要睇下一個人嘅態度係點樣形成呢？由一出世開始啦，喺你身邊陪你成長、教導你嘅人，對你嘅態度影響係最深。作為父母啦或者照顧者，讚一個小朋友努力呢，同讚一個小朋友聰明，效果好唔同。而我哋睇死一個小朋友做唔到某件事，對呢一個小朋友嘅影響呢，又可以好兩極。當一個小朋友經常俾人讚佢努力，佢就會覺得努力可以做好一件事或者改變一啲嘢。
佢會願意付出同埋願意接受挑戰。而一個小朋友經常都俾人讚聰明，反而會令佢嘅自信發展受到限制。呢個小朋友咧會因為自己聰明而驕傲，想繼續俾人稱讚啦或者注視，佢就不斷咁樣表現得聰明啦。佢哋唔中意冒險，因為冒險可能會失敗啊嘛，咁就可能會令自己表現得愚蠢啦。而俾人睇死冇出息嘅小朋友呢，佢哋一係就變成成長型心態啦，要叻俾你睇，或者變成固定型心態，覺得自己真係做唔到噶啦。喺一個不斷變化嘅社會裏面，擁有成長型心態嘅人，或者擁有成長型心態嘅員工嘅公司呢，會表現得更加好，更加成功。舉個例子啦，喺2000年之前啦，仲係流行緊睇 DVD 噶嘛，做 DVD 生意咧就好賺錢嘅。但係當時 Netflix 咧就開始發展串流平台，收集各種數據啦，同埋用戶嘅 feedback， 不斷嘗試，失敗，修正，最終咧由傳統嘅租片公司變成全球嘅娛樂巨頭啦。信念係另一個影響我哋表現嘅因素，來自其他人嘅信念啦，通常咧都會令我哋更加願意去發揮潛能。有一個好出名嘅實驗啦，將一班學生分成兩批，佢哋嘅能力其實都係差唔多，但係其中一班咧就被評為有高智商，於是呢一班學生咧就被予以厚望啦，得到好多外來信念，而到最後咧呢一批學生嘅表現咧又真係會好啲。如果喺工作環境，你老細肯定你嘅努力，表示對你工作咧有信心，你都會覺得自己充滿力量啦，更加願意去拼搏。所以一個好老細唔會一味批評員工做得唔好，佢會留意每個員工嘅長處，然後加以鼓勵同埋肯定。對於一個有固定型心態嘅人呢，即使得到身邊嘅人信任同埋肯定呢，佢哋都會盡力避免挑戰，由得呢啲機會走嘅。對於成長型心態嘅人，得到外來嘅信念，佢哋就會更加願意去接受新挑戰，為自己創造機會。但係有一個好特別嘅現象係，如果一個人得到較多嘅智力方面嘅讚賞呢，呢一個人對自己表現講大話嘅機會呢係多3倍。佢驚自己表現得唔好啦，咁為咗掩飾，佢哋就會以假裝自己表現得好，繼續聰明，因為佢哋唔想犯錯，佢哋抗拒試新嘢。其實而家好多育兒專家都話，我哋唔應該經常讚小朋友聰明或者叻，我哋應該強調小朋友完成咗啲乜嘢啦，做出咗一啲乜嘢成就，同埋付出咗幾多努力。因為人控制唔到自己有幾聰明或者有幾叻噶嘛，但係可以決定到我哋點樣去做嘢，點樣學習，同埋用乜嘢態度去面對所有事情。喺呢幾方面啦，我哋都可以努力學習同埋進步。作者建議我哋凡事要睇正面，當面對挑戰嗰陣啦，我哋要清楚自己嘅諗法，要搞清楚事實係點樣，再分析我哋要解決事情有幾多個選擇，邊一個選擇係最適合，同埋有最好嘅結果。只要我哋可以客觀咁去睇所有事情，我哋就唔會跌入固定型思維嘅陷阱啦。第7個關鍵點係舒緩工作壓力，營造讓頭腦放鬆嘅環境。壓力係我哋可以因為環境中嘅變化而產生嘅生理反應，係用嚟保障我哋嘅安全。一個人如果長期處於嚴重嘅壓力裏邊可能會對身心造成好壞嘅影響，譬如係罹患心理病啦。但係如果冇壓力嘅話，我哋又唔會有動力去處理任何嘢。所以人係需要適當嘅壓力。例如你面對一項新挑戰，有適當嘅壓力嘅話你所分泌嘅腎上腺素會令你更加起勁同埋投入咁去做嗰件事。當然啦，點知為之適當壓力對每個人都唔同。係唔係因為壓力大，身體就會出現毛病呢？曾經有一項研究追蹤咗3萬個美國嘅成年人啦，要求佢哋喺8年裏面記錄低佢承受過幾多壓力，同埋佢哋認為呢一啲壓力對健康係咪有害。研究最後會記錄低佢哋嘅死亡記錄，結果顯示壓力同患病嘅機會係成正比嘅，但係死亡率又係同另一樣嘢有關。承受巨大壓力而且覺得壓力有害健康嘅人死亡率係高過同樣承受巨大壓力但係唔認為壓力有害嘅人。結論係對健康有害嘅其實唔係壓力有幾多或者有幾重，而係我哋有幾咁覺得壓力對人有害。你係一個當遇到壓力嘅時候就會諗死啦又嚟啦點算呢？呢一種人啦，定係
正啊喂，又有新挑戰啦！你睇我今次點打大佬啦！呢一種人呢，當你覺得自己壓力好大嗰陣呢，不妨去揾朋友傾下偈啦。人有壓力嗰陣呢，係會大量分泌催產素，令我哋傾向揾其他人幫忙。而人際關係可以幫我哋減輕情緒上嘅負擔。無論係你想揾人關心你，或者係你主動去關心人呢，對減壓都有好好嘅效果。我哋喺揾辦法幫自己減壓嘅同時，你都要好好管理自己嘅壓力。我哋要揾到壓力來自邊度啦，搞清楚有啲乜嘢可以改變，有啲乜嘢唔可以，列出一啲方法幫我哋舒緩來自唔同方面嘅壓力。可能做運動係你舒緩工作壓力嘅最好方法，但係喺教導小朋友上面對嘅壓力呢，可能聽音樂先至減到壓。想我哋個腦有動力去學習呢，首先要認清一點，當人感到有壓力嗰陣，就好似處於危險狀態啦，個腦就會發生一連串嘅生理反應，導致我哋冇辦法吸收外來嘅資訊。即係話，當你感到有好大壓力嗰陣呢，你會聽唔到人講乜㗎，所以消除壓力對學習效能好有幫助。有一種學習模式叫做 AGES。佢嘅4個元素啦，分別係 attention 注意、generation 產出、emotion 情緒同埋 spacing 分段。注意係指我哋喺學習過程裏邊要集中注意力，我哋要準備所有對集中注意力有利嘅嘢，譬如係不受干擾嘅環境啦、課堂嘅趣味性啦、學習方法嘅多元性等等。產出係指產出記憶。我哋吸收咗學到嘅資訊，需要好好咁記住。我哋要用自己嘅語言去定義返所學到嘅嘢，同埋呢一啲嘢之間嘅關聯性。我哋應該反覆去練習啦，去鞏固自己嘅記憶。舉個簡單嘅例子啦，我哋人人都會喺唔同嘅網頁啦、機構啦、服務啦，諸如此類咧，開好多 account 噶嘛，咁就會有好多 password 啦。如果個 password 咧唔可以自定，我就會將個 password 同一啲我熟悉嘅嘢聯繫埋一齊，譬如係嗰組數字同我個仇人個電話號碼有5個字相同，我就用呢個方法咧記住個 password， 咁樣我就用咗自己嘅語言同埋關聯性去定義呢一項資訊啦。情緒影響人嘅思想啦同埋行動，當人承受極大壓力，腦裏面嘅杏仁核就會變得過度活躍，將情緒變到好激烈咁樣咧，去增強呢一啲記憶。即係如果行街啦，有人踩親你隻腳，你會特別記得佢個樣。而當我哋心情愉快啦，處於低壓力或者冇壓力嗰陣咧，學習態度咧就會更加開放，亦都會有更高效率，可能會突然間咧有好多新 idea 湧出嚟。所以喺學習過程中啦，我哋要揾到情緒嘅平衡點。分段係指我哋應該將要學嘅嘢咧分階段咁樣分散去學習。每一個階段之間要有足夠嘅時間俾我哋個腦去消化啦、領悟同埋吸收，咁樣亦都可以增加記憶力。所以作者話啦，臨急抱佛腳冇用噶，所有你讀咗嘅嘢咧都只係袋住先嘅啫，好快就會跌翻晒噶啦。第8個關鍵點係覺知當下 mindfulness。我哋冇時間思考啦，除咗係因為缺乏專注力，另一個最大嘅原因就係太忙，太要求高效率。將自己所有時間都塞滿晒各種各樣嘅工作，因為要有高效能啦。我哋做每樣嘢都要求自己非常專注，但係專注得太耐，我哋其實係消耗好多能量噶嘛。而且我哋個腦根本冇時間去消化新學嘅嘢，或者係新嘅資訊，唔能夠鞏固我哋嘅記憶。當我哋要進行一啲冇咁重要嘅工作，或者係唔需要全神貫注去做嘢嗰陣呢，我哋個腦就會轉咗去潛意識，等個腦唔好扯得咁行，可以稍為休息。潛意識係好嘢嚟噶。佢幫我哋對某啲事物有深入嘅理解同埋領悟，令我哋嘅思想更加開放，睇到各種可能性同埋新嘅諗法。所以我哋間中要俾自己個腦放慢速度，咁樣我哋睇到一個不一樣嘅世界，開闊自己嘅眼界，發現更加多可能性。有陣時我哋對同一件事會有好多唔同嘅想法，譬如我開始做呢一個閱讀分享嘅 channel 啦，我會有幾種唔同嘅諗法，可以同人分享識得嘅嘢啦，佔用咗自己好多時間啦，令自己有動力吸收新知識啦。run 呢個 channel 似乎唔會為自己帶來收入啦，可以訓練自己嘅閱讀能力同埋理解能力啦。
少咗時間陪屋企人啦，仲有好多諗法不能盡錄。唔同嘅諗法啦，睇上嚟呢，好似一次過出現喺自己個腦裏邊啦。其實喺任何一個時間呢，你個腦其實只係出現關於一個諗法嘅景象嘅啫。但係要個腦處理咁多種想法呢，其實好攰嘅。處理任何事情啦，我哋都應該將複雜嘅嘢簡化同埋直接化。將一個大問題拆開做一個一個嘅小問題，然後逐個問題去解決。如果你係需要背一啲好沉悶嘅資料呢，就將呢啲資料斬開做幾個唔同嘅碎片啦，逐個碎片去處理。如果堅持同一時間要處理好多唔同嘅諗法，好多時呢，我哋會組織唔到，同埋記唔到啲嘢㗎。覺知當下 mindfulness 係一個好好嘅方法，令我哋個腦呢慢落嚟啦，留意當下嘅自己，認識當下嘅事物。覺知當下同埋冥想最特別嘅地方呢，就係佢哋都能夠造成神經生理嘅改變。有研究發現啦，初學者每日做30分鐘嘅覺知當下冥想練習呢，8個星期之後喺磁力共振嘅造影掃描之下，發現佢哋嘅前額葉皮質嘅灰質密度呢，同埋厚度都增加咗。而呢一度呢，係同同理心啦，同埋同情心有關嘅區域，海馬回亦都會發生變化。呢一個地方同學習同埋記憶有關。如果你覺得要做8個星期先至有改變呢，太耐啦。另一個研究呢，只係維持咗2個禮拜，每日做30分鐘冥想練習同埋指導，總時數其實只係得7個鐘頭，已經量度到腦裏面產生嘅生理變化。另外，當人處於巨大嘅壓力環境下呢，身體會產生大量皮質醇，助長一啲發炎基因，而冥想呢係有助降低呢一啲基因嘅影響，亦即係話某程度上可以醫病。覺知當下可以幫我哋解決問題同埋增加創造力啦。舉個例子，一個交響樂團，佢哋每場演出呢都係就同一個曲調啦，佢哋可以選擇每場都用同樣嘅方法去演出啦。但係如果佢哋能夠覺知當下，喺每一場演出嘅時候，感受下自己當下嘅狀態同埋當下嘅環境呢，譬如係演出當日呢，啱啱過咗每年都有一次嘅500年一遇颱風，啲樂手呢可能俾呢一個天氣呢牽引到情緒，佢哋當下嘅感覺可能令佢哋奏出唔同嘅感覺，更加能夠同觀眾嘅感情連結。如果想練習覺知當下冥想呢，作者有3個提議。第一，練習幾長時間呢唔係重點，你可以每日練習1個鐘，或者呢只係5分鐘。最重要係養成定時練習嘅習慣，最好每日都做啦。第二，開始嘅時候呢，可以指定一個寧靜嘅地方俾自己練習。其實冇話一定要去邊度練習嘅，你可以去公園啦，去行山啦，去 cafe 啦，甚至乎喺超市排隊俾錢嗰陣呢都可以練習。不過我估塞車嗰陣練習呢就唔係幾好啦，一陣間練到靈魂出竅啦，塞完車都唔知，俾後邊啲人 boot 就唔好啦。我哋可以去上一啲課程啦，或者睇書，或者去睇 YouTube 片學都得。第三啦，做冥想嗰陣呢，我哋要專注喺自己嘅呼吸，感受一下你點樣吸啲空氣入身體，空氣係點樣喺你身體裏邊移動，最後點樣呼翻出嚟。一時分咗心呢唔緊要嘅，只要提醒自己專注翻喺呼吸嗰度就得噶啦。冥想除咗對我哋個大腦有好多好處啦，對我哋個身體健康都好有幫助。雖然唔係人人都適合做冥想，但係如果你偶然都覺得壓力大，想舒緩一下嘅話呢，可以開始練習冥想，試下幫唔幫到自己。今日講咗第2部分嘅4個關鍵點，培養專注力、矯正職場心態、舒緩工作壓力，同埋要覺知當下。做到呢4點嘅話呢，你會覺得個腦好似 reset 咗咁，之前 set 到亂晒龍嘅嘢呢，而家冇晒啦，回復翻去最佳狀態。我哋喺第1部分啦，學識點樣提高腦嘅效能啦。第2部分學咗點樣幫我哋個腦 set 翻去最佳狀態。下一集就會講第3部分，統整高效能頭腦，即係點樣將唔同嘅思考方式、知識同埋解難方法呢整合埋一齊，用一個最有效率、最有成效嘅方式去諗嘢同埋做決定。想知點樣將自己個高效能頭腦發揮到極致呢，就唔好錯過下一集啦。我係 Judy，下集見。